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哎，平安。无看到我呢？这是因为嗯，咱这个所在伤水啊吼。哦，迄个伤水啊吼。嘿，人毋知影要排队啦，所以吼，我调工穿一个红色的，嘿嘿。因为这外口风足透，台湾吼，即几工拢咧落雨，所以观众朋友平安无？咱若看下即个所在，感觉足好诶，天气足好，足水。听讲这是人一生吼一定爱来一摆诶所在，爱来翕相。但是咱今仔日听人讲诶无啥共哦，咱今仔日讲诶是秘密，就是这无较少人知，咱想足少人去即个即个所在。听讲是甲人诶骨头画啊足水诶吼。哦，骨头啊，超一个天主教堂啊，即间是基督教，因为咱较早讲诶拢是天主教，天主教外口拢有足侪画甲足侪红啊啦，也是阮偶像有无？耶稣诶像啦，顶十字架像啦，玛利亚诶像。啊，即间教堂你看足简单，这就是基督教啊。是，而且这就是这个所在吼，叫哈修塔特对无？伊这个所在上有名诶是即间教堂。这个所在有两个天主教兼基督教做伙诶吼，是因为一个皇帝伊讲诶话，伊诶什物一个法令吼，才会当互即两个教做伙，所以这是正特别诶一个所在。而且即个所在等下吼，咱会看到后壁，因为老师有什物现场录影对无？真趣味诶一个代志哦，可能足少人知影诶哦，所以会记一定爱看到最后。来，咱今仔日要去诶所在吼，顶礼拜咱有讲过对无？咱顶礼拜伫遮，前礼拜伫个乌福冈迄个湖，就是莫扎特因老母诶厝。是伫遮嘿，即届吼走来遮对无？为遮过去遮，因为这是伫德国兼奥地利。遮属奥地利。是奥地利，来个爱个坐车来遮吼，这其实车无好坐，嘛无好停，而且遐个人足少诶。听讲遐个人足无爱人去甲因参观诶啊吼。即个名较盐嘛有关系哦。对哦，咱看这哈修达特，那像真歹讲哦。毋过咱个拆开两字就知影啦。好就是较早，因为较早原住民啊，古早住伫遮诶人叫凯尔特人。凯尔特迄个原住民，因讲诶盐叫做好。然后后壁也是德国话，德国人讲城市的城市叫做 stad，两字连个好 stad。咱顶届讲诶迄个另外一个盐诶城，那沙斯堡萨尔兹堡嘛是盐，德国话诶盐，德国话盐是 SARS。这是凯尔凯尔特好。所以其实这足久以前吼，主前2000年都有人伫遮。就是讲外口诶人也未搬入来遮大，有原住民诶时代已经有啊。所以伫主前2000年就已经有人伫遮徛起。嘿，就是迄个盐诶啦，吼，迄阵诶人卖盐卖甲有名诶。卖甲真有钱啦。是。因仔是无近海，无近海边诶盐真简单得到。毋过你若无近海，你要得到盐，就爱去山内挖盐矿。是。所以后来即个盐矿，已经停止，无搁咧挖啦，因为盐生产已经真简单，所以无搁继续伫遐挖盐矿。2010年就停止，改做观光诶所在，所以有人会当，你会当伫遐买票，你去参观，人咧挖盐古早诶盐矿。是，老师安尼就想着，最近人嘛咧讲吼，
台湾足早以前徛诶人对无？咱即阵诶原住民。原住民个原原住住民，民，吼，伊嘛是为什物迄个别个所在来诶呢？为迄个什物澳洲对无？纽西兰啊，听讲纽西兰台湾的原住民哦，上早上对纽西纽西兰兰来诶，一船啊过来，真特别吼，所以即个所在其盐矿，实嘛是吼，嘿，哦，盐矿伫遮已经有700年的历史。哦，伊即个所在哈修达特即个所在，因为伫山顶啦，因为伊个高度是511米。哦，伫1846年1000年前吼，就已经有考古学家伫遐发现，即个所在为史前有历史记载以前，就已经有人徛起个脚舍，就讲因用个器具铜啦、画啦，是讲迄款的物件，所以甲即个文化叫做哈修达特诶文化记。即个遗址即个所在叫做哈修达特，特别互伊即个名啦。你若讲哈修达特的文化时期，就是讲伫足久以前的代志。遮厝看到拢安尼真，因为伫甲草地所在徛起的人就较少，你看到就安尼足清幽。真正足水诶吼！咱迄个即阵诶风台天吼，若来遮吼，感觉真平静，伊乌诶水安尼像迄镜。是，所以是足侪人吼，做爱来遮吼，听讲一档几千万人诶，对无？所以才有逐日拢够几万人入来遮。逐日几万人，因家己诶人较700几个对无？无到1000，所以讲因真无爱人客因为无爱人客要安怎办？因为人客看到遮尔水就会话讲哇，足水较紧来翕相。尤其若讲中国人去佫较差就出大声，全远人朋友就甲话讲即位上水，逐个踮仔话，内底人做饭诶，逐日拢咧听，因会做饭嘛，所以因就讲经。你若讲教堂诶钟叮咚叮咚咧讲，就是讲因伫遐咧抗议讲恁伤吵，伊要用静声甲迄个声音拗过。今仔咱是录影诶吼，但后壁吼，佫有另外一个录影，会当听着老师录诶吼，规个拢是讲经吼，为头录到尾吼。其实本来想讲迄是啥物教堂是教堂诶整点诶，讲钟12点就讲经9点讲经，其实因是因伫遐徛起诶人会抗议讲，恁较细声咧。有哪有一款意思甲静声压倒迄个人咧讲话足吵闹诶声。是，所以去遐吼上好较安静。即间教堂咱特别讲啦，因为咱较早毋捌讲过，咱讲过几十集诶，几啊十集。毋过咱一直拢讲天主教堂，因为澳洲拢是天主教堂干那即间是基督教堂。你看即间教堂是毋是足简单？去甲安尼真水。伊是路德宗，因为新教就咱普通讲诶基督教啦。基督教拢是马丁路德啦，若无就是加尔文啦，拢是这个派。即间是属路德派咱个路德宗诶教堂。伊伫163年就起啊。伊原底即间教堂是伫伊是互人，伊就讲较早基督教是互人破坏因为迄阵国王嘛，迄阵奥地利遮诶国王就是神煞兼神圣罗马帝国诶皇帝啦。伊是神圣罗马帝国当然就是宗教诶嘛，甲皇帝拢一个人管，所以伊就对迄个新教有一站马丁路德诶时阵，毋是有起来嘛？足侪百姓拢开始咧去礼拜堂。毋过伫奥地利遮因为迄阵诶教皇就是教宗，就是国王，
这种压迫迄个基督教，所以因就袂当去咧拜堂，阁是袂当聚会。因若要聚会，就爱偷掖吧，踮家己诶厝，拢毋敢互人知，因为这算做犯法。是，咱伫斯洛伐克嘛是有讲过吼，所以因个做者限制对无？直到即个是迄个马利。世界个足侪国家吼，抑个是袂当，甚至你若有圣经，就是犯罪啊。像韩国、北韩啊、北平、朝鲜哦、北韩啊、北韩就安尼啊嘛。你若有一本圣经，你就是犯罪，就爱掠去关啊。迄是简单诶哦，较严重就甲你证实啊。是。一直到约瑟夫二世，约瑟夫二世就是玛利亚替个杀因囝啦吼。因囝就有一个叫做宽容法令啊，迄个法令诶办，你看伊法令诶内容，你就感觉真基督教较早受人限制，受外哩严重哦。180年内底，新教诶信仰就拢袂当结束。到1782年，约瑟夫二世二世颁布迄个宽容法令，规定讲，你看伊诶规定讲100个新教诶家庭，若无就爱500个就是会友500个教徒。那你若有迄个达到即个标准，你就会设立一个祈祷所。较早咱有讲过，讲开始设立的是有限制，讲你去个礼拜堂，你的门袂当对大路，就爱对后壁。过来就要用房仔去，就是讲用茶去，你袂当用石头水泥拢袂使。所以个规定，你个袂当用顶顶。用房仔顶，用房仔去厝，个袂当用顶顶。对，所以即阵呢，斯洛伐克嘛是安尼呢。即阵就是讲，虽然可能会当去教堂，但是你若要申请教会吼，足麻烦呢。爱有足侪人吼签名教堂，才会当可能爱几十万人签名，才会当申请即个合法的吼。所以咱看伊遮个规定，你就知影讲对基督教的破坏是偌严重。到1784年的时候，肖达特的伫遐徛起的人去登记讲伊是基督教徒的有583，安尼就超过500个因的标准，所以就会当去一个祈祷的所在。到1859年，因就买土地，甲人要旧的盐。本来是盐的厂房共买来甲伊改造，来起即阵咱看到即间礼拜堂，在1863年的完工，即个你今仔日看到即间，所以真简单，伊外口拢无刻甲真济像。嘛有500几，550个座位因内底。所以无介大间这礼拜堂无大间，毋过伊是超级水，伊的比例就水，且顶悬伫山坪顶的顶悬有一个天主教，即个就是天主教。天主教当然是较早啦，因为较早就是国王支持的宗教嘛。这天主教，所以其实这是开始新教对吧？渐这基督教来新的，兴起的即间礼拜堂是旧的。所以伊是用即个盐吼，本来你拍盐的所在，咱看圣经有一个讲盐的圣经节，马太福音第5章13节伊讲恁就是指着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恁遮的人，遐基督徒，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袂用袂用什么，要用什么互伊咸呢？后来无路用，不过迄伫外面，互人吞打那尔。互人吞打。盐矿是一个石头的顶悬有盐啦，迄个盐若无咸，迄个石头就无路用，就点头角意思的。所以咱知影伫耶稣的时代因遐有哪用盐矿啦。
用迄个石头的盐就对。是，我讲盐，恁是基督徒，恁有基督徒的香味，就讲有基督徒的行为，因有听心，有忍耐，有虔诚敬拜吼，拢有。若这拢总无，就无，就不是盐嘛。你虽然基督徒的一个名，嘛无路用，迄伫外口脱角啊。无路用，不过是迄伫外面互人吞啖尔尔。对，所以进前是盐库，无啥物路用，家己拆拆的吼，会当起一个祈祷的所在，安尼嘛是袂歹吼。咱的生命就像迄盐安尼啊吼，爱有路用对无？无若无袂咸吼，就是足侪杂质的话，伊就袂咸对无？就失去伊本来。你信耶稣，就有信耶稣的气味出来。是，所以你看，这吼水是蓝色，青色来，佮听讲是无共款的季节吼，伊有无共款的色哦。总是看起来就是真水啦。这是天主教堂。嘿，天主教堂其实主要是一个墓，一个公墓啦。但是因的墓地做诶，因伫山坪诶顶悬，因的土地无介宽，所以恁诶就讲4个人待伫内底，10冬后就爱乌起来，乌起来以后，迄头壳碗拢搁伫咧，所以因收集迄个头壳碗伫因一个库房内底，有收了1200个头壳碗。嘿，是，而且拢画甲足水吼，所以这是足少人知影。咱今仔要讲的秘密，就是讲，你去遮吼，海小塔特，人拢是想讲，人拢会翕相翕足水吼，但是无人知影。我拢是迄后下骹间基督教堂，天主教堂遮较无人来。嘿，其实因为吼，遐土地真正伤细啊，所以拢无够囥即个死人骨头对无？所以伊后来有迄个头棍吼，就会甲伊画甲水水，来囥伫一个叫做骨头的所在。骨头的仓库啦，对影。骨头的仓库，专门囥骨头的所在哦。后一摆去的人会当去特别参观者吼。听讲画甲足水吼，老师无去，所以毋知影。老师无去味对无？这个就讲，这个为什么那像仙咧大诶吼？人间的仙境，就讲仙咧大诶，足有修行诶人，才会当来大遮，来大遮就是要修行诶啦。因遮诶人口甲700几个人，因几千万人啊，每年有几千万人来遮拜访，来遮看即间足水诶礼拜堂。是，就是来到遮诶礼拜堂边仔诶山，就是哈尔卑斯山。真水吼，所以你若旅行团吼，有结相一定会来遮翕相吼。阮囝去过，伊讲这无啥物好耍诶，少年人可能看无，但是咱看起来真正是会当住遮尔水诶所在，内面佫足侪上帝创造诶，足水诶。湖边啦，你伫来行迄个湖边，你会看到有即个白天鹅吼，白天鹅，来下骹迄顶吼有那种出国鸟安尼吼，红红诶，其实就是玫瑰啦。人讲玫瑰开花，有哪会结籽但是玫瑰开花了个结籽。内边有尾鸭，因为尾鸭吼，那像台湾的石斑地，毋过石斑地，因为即款尾鸭的数量足济，因叫做啥物假地就是尾鸭色变甲别位的所在无啥共款，毋过伫澳洲我看到那像拢安尼啊。足济这是老师翕的哦。毋是迄个别人诶图，所以无简单。这吊做瓦较有通翕这，是安尼。咱看到遮个鸟仔吼，徛伫。老师讲这是玫瑰花。玫瑰花来籽啊。拢是刺玫瑰诶精子。安尼鸟仔个会当。开花有哪会结籽哦？
个水真少看到吼。是，足水诶所在吼，咱着想着上帝吼，嘛是安尼，像迄山呢，甲咱包围对无？咱诶诗即篇，即段圣经吼，真适合伫即个位读啦，讲正山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诶百姓，对即点到永远。啊，你看即间教堂哦，正山包围即间礼拜堂，哦，咱是，像耶和华咧保护安尼，用所有诶山甲伊保护。是哦。所以咱虽然伫风台，还是地动，还是足济，足济咱想要看起来，上帝伫倒位吼？其实上帝拢伫边仔甲咱保护，无可能足济代志会搁较惨对无吼？啊，足济代志发生吼，最近世界差不多2工，刚牧师讲2工就有一项大代志发生安尼。看以前无啥工，以前是可能20工，即阵可能就是2、3工吼。你也听着遮安那遐安那吼，但是其实上帝拢有知诶哦。你若毋捌上帝诶人吼，你到附近诶教会吼，来去认捌吼，阮即个上帝是保护你诶上帝。咱即阵要来看老师翕诶即个影片，爱注意听。算看觅啊，迄什物真声对无？声啊声啊，真啊声，算看觅有几声吼？一直老师讲位头迄到尾，一直拢有声吼，算袂清诶，这毋是几点哦？这是迄个人工无爱互人来食吼，所以特别放诶声音。你诚济迄落呢？是蛱蝶。你个影片啊安尼断去，有可能是遮个网络无啥稳哦。不要紧，伊了后可以把这个影片放去老师的 Facebook。你去海小塔特，若听到这个声，毋是要叫你做伙唱歌吼，天主教会讲对，要叫你动念、意念出来。这是网络。所以若为遮去看翕着下骹的即个基督教堂。安尼就卖落个。有两个声音诶。有一个声。所在天主教诶教堂，基本上通看着基督教诶对。
水的一个所在。非常感谢今仔日来来什么捧场的观众朋友，来遮吼，虽然拄则可能网络无啥稳吼，但是会当看到，无论伫什么所在吼，上帝拢伫诶哦，拢愿意来帮咱保护你。所以咱今仔诶秘密，大家知影无？伊其实本地是一个做盐诶所在，盐无路用，所以就甲伊改做即个吼诚水诶所在吼。伊阁有即个头壳棍吼。好，安尼多谢老师嘛，祝福观众朋友，无论伫啥物所在拢平安。后礼拜一的下暗，同款时间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2:10分，阁做伙来讲故事。安尼多谢老师。多谢。